Maggie 啊，你讀書嗰陣中唔中意上體育堂嘅咧？梗係中意啦。其實咧，我好好動㗎，特別咧係中意跳繩啊。聽住同學幫我數跳咗幾多下，真係好有滿足感㗎。嗱，隨住科技進步，而家跳繩唔使揾人幫手數㗎啦，可以用智能設備幫手。咁同時科技又可以幫助提升學生嘅體育表現。咁接住落嚟同大家去了解下 AI 人工智能係點樣應用喺體育教學啊！唔好以為佢哋喺度玩緊，其實呢班學生喺度用 AI 上緊體育堂。呢間位於廣州黃埔嘅學校引入 AI 體育設備已經半年，跳繩、仰臥起坐、跳遠，每一項體育運動都變得數字化，同學可以一邊做運動一邊見到自己嘅成績，激勵自己跳得更快、更遠。喺呢種精益求精嘅訓練之下，有同學更加喺今年亞洲跳繩錦標賽中打破紀錄，奪得金牌。很先進，因為我是跳繩隊的嘛。以前如果是要自己跳繩的話，還要自己錄視頻，還要自己數一遍。但這個的話，跳完就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成績，非常的便利，我很喜歡它。感受到一種樂趣，我在跳遠的時候能看到自己的進步。呢日學校就舉辦咗教師發展日，邀請咗香港、澳門等超過150名校長、體育老師觀摩交流，探討 AI 喺體育教學嘅應用同埋成果。見到有咁多個學生可以透過唔同嘅系統入邊咧，能夠分組做到唔同嘅項目咧，係非常之令我好驚訝，同埋咧係好值得學習嘅。如果透過一啲嘅 AI 系統重複性嘅一啲嘅練習咧，對佢哋某一啲嘅弱點啊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有幫助。內地的體育也好，科技也好，都取得了一個飛速的發展。我們想也跟我們香港、澳門的同胞一起分享這樣的一個成果，加強互動，互通有無，為以後協同發展做出貢獻。我哋個技術除咗係可以捕捉到我哋個小朋友嘅軌跡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將佢哋個成績實時咁樣上傳到嗰個後台，俾我哋嘅老師啊進一步分析。我哋亦都有喺其他應用範疇訓練同學嘅 STEAM 嘅技巧啦，佢哋嘅編程啦，佢哋嘅數學啦。希望咧，我哋可以將我哋國家嘅新質生產力喺 AI 體育科技呢個範疇咧，可以推出全世界嘅。活動希望推動大灣區體育教學嘅數碼化轉型，為培育體育人才貢獻力量。